最近有一個問題成日都圍繞住自己，我哋係咪太過自大？我哋總係覺得人類先係唯一識得思考、識得愛、識得憐憫嘅生物。但如果我話俾你聽，我哋一直係睇錯咗呢？今日我想同大家繼續睇呢本書《奶牛的秘密生活》。書入面有個故事，講一隻母雞俾狐狸咬傷咗，行唔到。你估下發生咩事？另外兩隻平時唔係同佢幾啱，甚至有啲怕佢嘅雞，竟然變咗佢嘅全職保鏢。佢哋會企喺側邊守住佢食嘢，自己唔食住，每隔幾分鐘就返去睇下佢。呢種係咩？呢種就係 empathy 同理心。我哋以為雞只係禽畜，但原來佢哋都有老幼，都有義氣。呢本書帶咗一個核心觀念：動物意識。作者觀察到，當動物唔舒服嘅時候，佢哋會自己去揾特定嘅礦泉水飲，或者去食平時唔食嘅苦味草藥。呢個就係 intuition 直覺。我哋而家嘅社會病咗就食化學藥，反而唔記得咗身體本來有嘅療愈能力。動物教識咗我哋，當你同大自然連結得夠深，你嘅身體會話俾你聽你需要啲乜。如果你去買嘢食，你只係睇價錢，你可能喺度損害緊你自己。因為如果隻牛嘅食嘅係劣質飼料，佢處於一個壓力爆煲嘅環境，佢嘅健康最後會透過牛奶、透過肉去到你嘅身體。呢個係一個 interconnected system。我哋對動物好，其實對我哋自己好。我哋要重新學識尊重每一個生命嘅 agency 自主性。3個行動建議： 1. 有意識地消費 mindful eating。 下次行超市，嘗試選擇標明草字 grass-fed 或有機嘅產品，支持高品質嘅農耕方式。唔單止係支持動物福利，亦係為自己長期健康護航。2. 觀察同連結。觀察與連結 observe nature。 揾一日去郊外或者公園觀察下啲小動物，雀仔或者係貓仔狗仔，試下唔好用食物或者寵物嘅眼光去觀察佢哋，而係將佢哋視為擁有獨立思考同情緒嘅個體。 3. 重拾身體嘅直覺。學下動物感，傾聽自己身體嘅信號。當你覺得攰或者唔舒服，試下回歸簡單嘅飲食同充足嘅休息，而唔係第一時間依賴止痛藥。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讀書日誌，希望今日呢個分享可以令你下次見到小動物嘅時候會有一個全新嘅視覺。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將呢集分享俾你身邊嗰位 animal lover。我哋下次見。